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繼續我哋嘅養生保健系列，肌肉流失，論保存肌肉的重要性。各位老友記，有冇試過突然發現自己拎寵物越嚟越吃力，或者行幾步樓梯就氣喘吁吁？其實呢啲可能唔單止係體力差咁簡單，好大機會同你嘅肌肉悄悄流失有關。肌肉唔止影響你嘅身材線條，仲同健康息息相關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點解保存肌肉對我哋咁重要，又有咩方法可以保住塊肉。肌肉流失原來無聲無息，好多人以為肌肉流失只係老人家嘅專利，或者係減肥節食先會遇到嘅問題。但其實肌肉流失嘅魔爪，從我哋25歲開始就已經悄悄伸過嚟。正常情況下，人體嘅肌肉組織處於合成同分解嘅動態平衡中。年輕嘅時候，肌肉合成速度快，就算唔點做運動，肌肉量都可以維持喺一定水平。但過咗25歲，肌肉合成嘅速度開始慢慢落後於分解速度，尤其係30歲之後，肌肉量每年大約以0.5%、1%嘅速度流失。呢個過程好隱形，可能你隔一段時間先會發現自己手臂變得冇力，爬樓梯氣喘，甚至連起身、蹲下都開始費勁。肌肉流失嘅原因有好多，除咗年齡增長，仲包括缺乏運動，長期久坐唔屈，肌肉冇得到足夠嘅刺激，就會慢慢退化，好似一部車長期唔開，零件都會生鏽咁。飲食不均衡，蛋白質攝入不足，身體就缺乏合成肌肉嘅原材料。好多節食減肥嘅人只食菜唔食肉，結果肥未減到，肌肉反而掉咗唔少。疾病同藥物影響，糖尿病、甲狀腺功能減退、慢性腎病等疾病，或者長期服用類固醇等藥物，都會加速肌肉流失。睡眠不足，夜晚瞓得唔夠，身體會分泌更多皮質醇、壓力荷爾蒙。呢個荷爾蒙會抑制肌肉合成，同時促進肌肉分解。肌肉量少，原來危機四伏。可能有人會話，肌肉少啲咪瘦啲咯，咁唔係仲好？大錯特錯，肌肉唔單止影響體態同力量，仲同我哋嘅健康同生活質量息息相關。一、基礎代謝率暴跌，愈食愈肥。肌肉就好似我哋身體嘅耗能機器，每公斤肌肉每日大約消耗10-15大卡熱量，而脂肪只消耗2-3大卡。換句話講，肌肉量愈多，就算瞓喺度唔屈，身體消耗嘅熱量都會愈多。相反，如果肌肉流失嚴重，基礎代謝率就會大幅下降，就算你食得同以前一樣多，甚至更少，都好容易囤積脂肪，變成喝涼水都胖嘅體質。二、關節負擔加重，行動越嚟越難。肌肉就好似關節嘅保護墊，可以幫助分散身體重量，減輕關節壓力。肌肉量少嘅人，膝關節、腰關節等部位承受嘅壓力會大增，容易出現關節疼痛、退化性關節炎等問題。尤其係老人家，如果肌肉流失嚴重，好容易因為平衡力差而跌倒。一旦骨折，恢復難度大，甚至會影響壽命。三、免疫力下降，成日病奄奄。肌肉組織其實係身體免疫系統嘅後盾之一。研究發現，肌肉細胞可以分泌多種免疫因子，幫助身體抵抗病菌同炎症。肌肉量不足，免疫力都會跟住下降，感冒、發燒等小毛病可能會更加頻繁，而且患病後康復速度都會變慢。四、心血管疾病風險大增。肌肉喺收縮同放鬆嘅過程中，會促進血液循環，幫助心臟泵血。肌肉量少嘅人，心血管功能往往較弱，患高血壓、冠心病、中風等疾病嘅風險會明顯升高。守住肌肉，你可以咁做。既然肌肉咁重要，
到底有咩方法可以預防流失，甚至增加肌肉量呢？其實唔難，只要從飲食、運動同生活習慣入手就得。一、食夠蛋白質，做食肉瘦。蛋白質係合成肌肉嘅磚頭，想保住肌肉，一定要食夠。成年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建議攝入 1.2、1.5 克蛋白質，例如60公斤嘅人，每日要食72、90克蛋白質。優質蛋白質來源：雞蛋、牛奶、魚肉、雞胸肉、牛肉、豆腐、希臘酸奶等。分散攝入更有效，唔好將一日嘅蛋白質集中喺一餐食，將蛋白質均勻分配喺3餐，例如早餐食雞蛋同牛奶，午餐食魚肉同豆腐，晚餐食雞胸肉，更有利於肌肉合成。二、力量訓練，讓肌肉重生。預防肌肉流失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做力量訓練。力量訓練可以直接刺激肌肉纖維，令肌肉蛋白合成增加，從而預防流失，甚至增加肌肉量。適合新手嘅力量訓練：深蹲、平板支撐、跪姿俯臥撐、舉啞鈴、彈力帶訓練等。每星期做2-3次，每次30、45分鐘就得。記得逐漸加強強度。肌肉好聰明，如果長期做同樣強度嘅訓練，好快就會適應，所以要定期增加訓練重量、次數或者組數。例如原本舉5公斤啞鈴，過一陣子可以試下舉6公斤，逼肌肉進步。3、有氧運動搭配，健康加成。除咗力量訓練，適量嘅有氧運動如慢跑、游泳、跳繩都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幫助營養物質運送到肌肉組織。建議每星期做150分鐘中等強度嘅有氧運動，例如每日快走30分鐘。4、睡眠充足，肌肉修復好時機。夜晚瞓覺嘅時候，身體會分泌生長激素，呢個激素對肌肉合成好重要。每晚盡量瞓夠7-8小時，讓肌肉有足夠時間修復同生長。5、補充營養素，助攻肌肉生長。除咗蛋白質、維他命 D、鈣、Omega-3脂肪酸等營養素都對肌肉健康有幫助。如果飲食唔均衡，可以考慮適量補充營養補充劑，但記得先諮詢醫生或營養師意見。肌肉唔單止係身材靚唔靚嘅問題，更係健康嘅重要指標。無論你係20幾歲想預防早衰，定係中老年人想提高生活質量，從今日開始，食好啲，動多啲，瞓好啲，保住塊肉，先可以保住健康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